手摇饮的台语要哪讲？这我没有。突然来一个台语考试。唔知呢。我要讲。手摇饮。我怎样饮料啊你？手。台语足好诶。我是外省人。你外省人？哎。哦，讲得足好诶。哎，谢谢。顶一回，咱来到新北市永和永安市场，问大家热天会食啥物物件来退火？有人讲西瓜，有人讲仙草、二摇，嘛有人会来买一杯手摇饮。那手摇饮的代志是要安怎讲呢？今仔日小编就来到台北市的永吉路30巷，遮唔有真侪食什么啊？嘛是人讲的手摇饮一条街，咱就伫遮来问看卖。大家拢买啥物手摇饮？你拢会啉啥物饮料咧？啉迄绿茶较济啊。甘蔗汁。啊，试看卖用台语讲。甘蔗汁。哦，台语足好诶。你当时细汉就讲台语。我是外省人。你外省人诶？哦，讲了足好诶。谢。哦，人有影真客气啊，姊。这是雨果拿提。你敢会使试看卖用台语来量一个料看卖？我怎样呢？啊，量着。这我没有。地中的香槟。地中香槟。哦，其实嘛是袂歹啊。突然来一个台语考试。其实嘛是袂歹啊。想要问你讲，你是点啥物甜度？无糖，无甜的。无甜的。嘿，无甜的。袂甜。袂甜的。是安怎会想要啉这无糖袂甜的咧？比较健康。健康。我无掺糖的。我嘛是无糖的，无糖。是安怎咧？大家拢啉无掺糖的饮料，原因是啥物？这两个少年人为因学生时代来讲起。我是迄个护理系啦，护理系就是迄个护理系啦。我读迄个宏观科技大学。我是迄个阮老师教我们讲迄个喝迄个有糖的对身体无好，所以阮就是啉迄个无糖的。迄个健康教育时间煞过啊！最后一个问题好，想要问你讲，你敢知影手摇饮的台语要哪讲？什么呀？饮料吗？这是什么呀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唔知。手摇饮，唔知呢。我要讲。丢饮料。手摇饮料。手摇饮料。我怎样饮料啊你？有。手摇饮的台语叫做手切茶。哦，手切茶。哦。你敢知影？我唔知影，我台北人。台语无练。咱就来替台语无练转的台北人解说一下。首先来小解手切茶切，这字大家可能无看过，不过一定捌听过。伫咧面单的扛棒顶悬会看到“切”在面这三字，台语正字就是切甲面。切的意思就是出力甲顶会海咧，所以撒面的时阵，甲面为滚水内底浮起来，秀这个动作就叫做切面。切面的工具叫做面切啊，若切好的面就叫做切甲面。所以讲手摇饮，就是用手甲杯仔内底各种掺料的凉水、烧茶，海切的，台语就会当讲是手切茶。你可能会问讲，我啉的手切茶毋是茶呢，是安怎会使讲是茶呢？其实伫台语内底啊，茶毋那是在讲茶比茶尔，阁有亲像面茶嘛是茶，冬瓜茶嘛是茶，麦仔茶嘛是茶，所有掺水的手摇饮，其实拢会使讲是茶哦。遮好用的字，台语是毋是足简单的呢？这怪台语足难的。手切茶，手切茶，手切茶，唔是迄个手情，是手，唔是情，是情，手情茶。台语足难的。
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想要讲台语，却定定毋知影要安怎讲出嘴，毋管是日常生活的清茶、徛家、啉食七，还是其他高深的科技博物、天文地理，就爱来线顶咱台语台的台语新词网站查看卖。台语台邀请台语学者专家，每月日讨论各种新闻、戏剧、甲生活内底出现的日常用语甲新词。要安怎用准确佮水气的台语来表达，望大家台语拢会当讲甲自在佮煞泡哦。